自助網站製作 vs 專業開發，邊個 CP 值高啲？喺數碼轉型當中，企業網站係業務同品牌嘅核心基石。選擇自助網站製作定係專業開發，關鍵在衡量兩者 CP 值投入嘅時間、資金同獲得嘅性能、品牌價值同未來潛力嘅綜合權衡。高 CP 值方案需同業務目標、品牌定位深度匹配。以下從三大核心維度解釋：一、成本與時間方面，自助建站以訂閱制快速上線，壓低初期投入，對資源有限，需快速驗證市場嘅初創企業而言，係短期高 CP 值選擇。專業開發需初期投入更多，但一次性投入換取長期所有權同技術獨立性，長遠隱性 CP 值更穩健。二、設計同品牌契合度方面呢，自助建站受預設模板限制，視覺呈現標準化，難實現個性化，制約追求獨特品牌形象嘅企業。專業開發可依品牌識別系統量身定製，從色彩、版式到交互細節全域規劃，確保傳達品牌理念。其品牌溢價係高 CP 值嘅關鍵。三、功能與擴展潛力層面。自助建站依賴內置模組，僅滿足基礎需求，業務需複雜系統集成或者自定義邏輯時易遇瓶頸。專業開發基於零代碼構建，可無縫集成複雜功能，為未來增長留空間，且企業能完全掌控源碼與數據，保障安全與維護，進一步提升長期 CP 值。總而言之，兩者 CP 值取決於企業業務階段與核心需求。若以快速上線、控制初期成本為目標，自助建站合適；若網站係核心資產，需個性化設計、複雜功能及靈活擴展性，專業開發嘅長遠價值同品牌效益，使其成為最高綜合 CP 值嘅戰略投資。建議企業從長遠視角審視網站定位，選擇推動業務持續增長嘅方案。